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做李茂俊，卡苏边哪里？卡苏李苗进。来请问你要甲阮分享700度内面画啥？我700度是画热气球。热气球，这热气球，你画几粒？3粒。在什么环境内面？环境哦，我感觉这度后山袂歹啦，这个环境看着高水尔啦。就有山咧后边，所以伊咪拄起飞，可能已经飞一站啊。做得起飞啦。画这热气球，你有啥物感觉无？即摆看到700度，感觉到啥无？我感觉家己感觉心情袂歹啊，水水啊。为了就是。因为我较早都在电视上有看到热气球啦。我感觉都好看，袂歹啊。就对这热气球比较较有兴趣，做较欣赏啦。还好袂歹。你若去想象你坐咧头顶，你会看到啥物风景？你想要看到啥物风景？迄足爱看，足爱，迄风景每一个角落拢爱甲注意，爱甲看。比如讲，你想要看到，较想要看到海啊，你较想要看到山？应该两个应该拢需要。拢需要。海会水一面，山嘛会水一面啊，袂歹。好，想要一个问题，山的卡数要安怎讲？山。这个风景咧？风景这句话我就较无了解咧，无学到。安尼无要紧，嘿，山就对啊，山就是山，好，安尼多谢你的分享，安尼就好。